对着，好，再横过来，再这样子对着，这样对着。美劳老师刘金莲是一位道地的客家人，指导社区小朋友学习蓝山折纸，主要是让孩子们不要忘了传统文化。现在小孩子那一代是不知道我们的祖母那一代的衣服是客家蓝山，好难哦。不是谁哦。刚开始做哈会觉得很困难，可是呢，多做几遍就不会难啦。早年娘家经营金纸工厂，刘金莲对纸张一直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。就在跟妹妹学做日本和纸娃娃之后，她听到了心里的声音，感觉说，日本有和纸娃娃啊，那我们客家人呢也可以做一些，属于客家的东西。从蓝山开始创作，刘金莲由妹妹寄来的2件蓝山作为依据，再搜集相关资料做参考，为的就是要完整呈现出传统客家蓝山的样貌。在蓝山折纸创作之后，刘金莲想要做的更多了。这个裤子，这个头就是平面的客家妹的哈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因为教美劳的关系，我也想，可以利用手边不要的瓶子呢，可以发展出一些很漂亮，可以装饰用，也可以放东西的客家妹，就变成立体的客家妹。平着放着，放差不多中间，这2边留一样多，下面可以留少一点点没关系。利用手边的素材也可以发挥创意，无论是免洗碗、餐巾纸，或是不要的影印纸，在刘金莲手中马上就变成一朵朵美丽的油桐花，兼顾传统及创新。运用巧思和巧手，刘金莲让客家文化展现出不一样的迷人风采。上课喽！不是 sale， 不是 sale， 不是 sale。